台乡亲因为冷气团的影响，全台湾为昨深夜到今仔日透早温度下降。气象署来提醒，今仔日明仔载后日拜三、拜四、拜五暗时甲透早拢会翻真冷。其中，这个台南以北甲金门马祖，还佫有宜兰花莲，更加会出现到10度以下的体感温度，尤其是马祖可能只有4度。这日夜温差真大，请乡亲爱特别注意。 民众拿啉烧汤，拿食肉配菜色，烧火火的火锅看起来若好食嘛真烧热。天气又搁要反冷，气象署讲受到大陆冷气团甲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，为今仔暗时到明仔透早这段时间，台南以北甲离岛县市拢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体感的低温。来看这个地图，体感的温度上低伫马祖敢若4度，金门甲新竹是5度。 桃园、宜兰、彰化、甲苗栗是7度到8度，啊那基隆、双北、台中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甲平湖拢是9度到10度。它这个冷气团比较强，可能到强烈了，那个冷空气下来，那个清晨的时候就是晚上它就是没有太阳照射。虽然讲这些温度会小可回转来，不过明仔暗时到后日早起，受到冷空气甲辐射影响，台南以北甲宜兰花莲、金门、马祖的地区气温悠悬，有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。气象署提醒，早暗的温差真大，民众早起要出门进前，会当加歇一领外套，而且注意温度的变化，莫互家己的身体去寒着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